嘛是算解韵一种。边仔都有这个。第一个草人。为什么这爱用稻草，啊这爱用纸？稻草我跟你讲，稻草就是咱咧食的米种的土骹，伊个灵动力较低啦，所以稻草会较强啊。意义是同款。同款消灾解的啦。这平常时拢是烧去倒位啊？阮倒较济啦，但是嘛是外国啊嘛是有来下去做迄个圣诞卡片啦，普通时拢咧卖啊。制作圣诞卡片？系啊，寄一圣诞卡片给人啊。因为就是看起来较有古早味啦。较古早味。我拢讲大家来话。伫咧虎城的美家有一句话是讲纸加火，铁加火，意思是讲清朝的美家除了卖米，就是纸装佮有拍铁条。不过这个纸装到底是咧卖啥物纸？敢是拜拜咧用的金纸？到底是啥物咧？对阿家来去了解一下。这看起来拢插头啊。那不固定呢？头家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头家这敢是纸装啊？这纸装对。头家所以纸装不是咧卖金纸。金纸是以前阮爸爸、阮阿妈的时候有咧卖金纸。真正有咧卖。即马若做啦，做一寡个庙咧解运的咧用的物件咧。以前阮阿公的哦，会引进迄个版画入来。哇！这点就是迄个阮较早阮阿公的那版画啦。敢样摕看卖？有啊，互你看。哇！有重量吼。有重量，有重量。啊，有啥物会乌乌啊？这乌目食久啊。拢食起啊？拢食起啊。哦，你要吃伫遮。啊，这是胶哦，印出来就变安尼。印出来变安尼。哎，这水的呢，所以做好就会变济。这就是咧解咧运啦。譬如讲，我是纸，所以我就爱用纸。你要用纸解。哦。啊，看你今年换着啥，你就用这种解。敢样做看卖？会啊，要先加头，加你形体出来。哎，就细字的。安尼会使吼？会啊会啊。我叫专家，我是专门咧加纸的专家。这就是叫衫裤，先裹起来，头壳吼是这，咱甲裹起来，这就是叫解灵经。解灵经。啊，这叫金钱，放安尼，吼，啊这个安绑起来，绑起来，放诶，这个红纸粘起来，安尼缩。为什么爱是红纸？吉祥，安尼叫新品啦，安尼2工啊。安尼2工尔哦。我来探本邓钱啊，为家开始。对。摕一张纸啊。这轻，你爱较轻力的。好，会破去吼。唔是破会飞。哦对，再来粘头，安尼。对对。抽解灵经，哎，抽几张啊？3张。3张哦。这个黄钱。黄钱。粘无按，哦啊为边啊缩了。为什么感觉怪怪？缩无按。缩无按哦，讲迄个纸袂破去哦。安尼理管较好看。了起啊，就做好啊。边啊，阁有这个人的面是啥物啊？替身。本命，还叫替身。所以嘛是算解运一种。边啊，阁有这个。第一个草人。为什么这爱用稻草，啊这爱用纸？稻草我跟你讲，稻草就是咱咧食的米种的土骹，伊个灵动力较低啦，所以稻草会较强啊。意义是同款。同款消灾解的啦。这平常时拢是烧去倒位啊？阮倒较济啦，但是嘛是外国啊嘛是有来下去做迄个圣诞卡片啦，普通时拢咧卖啊。制作圣诞卡片？系啊，寄一圣诞卡片给人啊。因为就是看起来较有古早味啦。较古早味。头家这间店伊开偌久啊？188年啊，咱们即马差不多134栋。所以一定是清朝的时阵啊呢。清朝阮咧做这啊，阮是大量哦，预防过来跟阮老爸咧做。这种世界的物件，除了有这个头人，佫有卖啥物？哦，这啥物旗啊？旗啊，这有5色啊。代表的是东南西北啊，黑色是北边啊，黑色是东边啊，这边的西边，那边是南边。黄色是中央。头家哪会遮熬，拢考袂做呢？啊，阮这个东港博物馆但嘛咱会晓。真正是博物馆的物件有够多啊！啊，你想要请问头家，咱这道敢有啥物行啊来的话？阮兜咧做是拢安尼啦，有一寡道士哦，拢会甲批评啦，啊，我拢会甲讲啦。哦，好过歹过拢会甜啦。即个人会嫌袂嫌，伊就假做，你就放做啊，你人批评的要弄啥？所以咱这道行啊来的话，就是好过歹过拢会甜。世界的科技甲动线，啊，若要制作图像家人，总着爱怎？
法事完毕就随火化，平安圆满就人开活。这间店吼，若讲是宗教界博物馆，头家就是宗教的博士。我对纸庄真正是感觉足神秘，佮足切魂的，啥物拢唔知影。可比讲，我即马才知影，原来我手纸今年爱祭天狗咧。佮有看这旗啊，东南西北中，到底倒一边是倒一色，我真正是袂记一个，足头戆戆的。即马就搁去问一遍。开始咧咯！人报我来遮找高仔丁的师傅，唔过我拢找无呢，到底伫倒位啊？啊，伫遮，这真正是巷仔来的啦！师傅，我总算是找到你啊！我是阿嘉。哦，我等你足久的啊。这高仔丁真是足水呢。这唔是高仔丁啦，这叫做神明丁啦。高仔丁就是咱较早囡仔个掠的，就是高仔丁。掠迄个叫做高仔丁啊，神明丁要放到庙里啊。顶悬有足侪字体，真正是足水的呢。系啊，这粒丁啊，拢总有5种字体。5种5种字体。地方的名叫做段字，段字。乡名长宋，神明名咱用边宋。啊，过来这叫做历史，搁叫做百分体，历史有成字尔。2分无成，东教父名就是杭氏的，属于半草楷。这敢真正拢是你写，因为大个字体拢完全无共款的。啊，你若唔相信，等下我表演给你看。好，安尼我就来看师傅点击卡。潜意太郎，唔是啊，愈念愈。成意太人，严意律己。情意太人，严意律己。啊，这唔是我写的啦，无啥物人写。阮爸爸写的啦。哦，阮爸爸较早就是台湾省的书法代表。遐个哦，英人，通台湾省哦，写丁仔字通水的，就是嘉义市。哎呦！你拢唔信？来，我来写给你看。好，来。百分体的哦，哈。来哦，红条乌孙。你拢袂歪去呢？哇，真正是足水的呢！哦，你用看哦，加一环、减一环拢无要紧哦，拄好吼，我有甲你讲，迄叫做百分体，8分有成字尔啦2分无成。2分无成字啦。顶悬这样，咱就搁加点一撮花。啊，这个花油嘛是恁家己设计哦。阮爸爸设计。爸爸设计。哇，安尼就完全无共款。安尼加足好个吼。对啊。师傅，我看你这生命灯拢是亮的图呢，敢有别项的图？有啊，有良好的啦，八仙的啦，麒麟啦。哦，所以其实是有足济。有啊，这龙王。龙王敢有啥物无共款的？龙王伊摕王印嘛，啊，伊这是五角。哦。龙上帝天公要用的，一般五角是皇帝，较早皇帝咧用的。哦，开台妈祖就是用4角，伊咧摕王印。猛龙就是正面龙，伊都无摕王印，就是猛龙嘛。这是你家己搞的？对啊。有啊。嘿，啊，搞好来，搁食菜盐咧。菜盐不是食的吗？人有就工业用的菜盐。啊，我拢用食的菜盐哦，你甲抹落哦，因为伊这有毛细孔，你菜盐食落，伊就一定的保护膜出来，你食了金油啊，嘿，啊这竹啊吼拢规竹，破竹啊吼，你搁会晓破竹啊？嘿，竹啊用竹米啊，竹米啊，啊这用竹片，这是片，嘿这片啊这米啊，哦，这个叫做丁做，这个叫做下做，这个叫做财啊。财呀，财的财就是钱财的财，哎，感恩哦。像这生命灯遐尔啊大，肯敢会当收？哎，这个雨伞，这个雨伞，有啊，这个收起来。师傅，你写的字真正是有够水的呢，一定足够写配互你女朋友的吼。无啦，不过阮妈妈有讲啦，第一医生，第2卖冰，第3就写丁啊啦。你只要你会晓写丁吼，写你的水吼，你免惊伊无饭通食。哦，所以这道的俗语就是第1医生，第2卖冰，第3写丁。对。我较早去庙的，拢唔捌去注意过生命灯，这边来才发现，原来生命灯有遐尔济咩咩角角。
讲量就好啊，量就分4角的甲5角的。进前我完全拢唔知影哦，师傅是一个做代志认真开朗，对家己的作品嘛足有自信的人。伊的作品嘛受到国内国家华人的肯定。师傅伫伊的生命顶管有写5种无同款的字体，就互我想讲，对呢，咱若是想要伫这个行业出头天，就是要创造出家己的价值。